歡迎收睇《智創未來》。上星期我哋睇過小學積極將人工智能學習工具融入課程，今集我哋走到一間嘅中學，睇下佢哋點樣結合自主訓練 AI 推出校本課程，令到 AI 成為學生創意同埋學習嘅強大助力，培養新一代嘅創科同埋共通能力。生成式 AI 興起嘅時候咧，當所有人都話禁止用啦，唔好用啦，甚至大學係限制可能一年用10零次啦，去到發展今日好多公司請人係講緊一定要識 AI 呢一個技能嘅時候咧，學校喺教育上唔推行就係慢咗。我哋係直接影響緊學生將來出嚟嘅競爭力。呢間中學3年前率先推出人工智能校本課程，相信學生掌握呢一種人機協作語言，能夠將人類嘅精密思維同機器嘅龐大算力無縫交接。我成個過程就係我不斷向 AI 講我嘅理念、我嘅想法，我想點樣做，咁 AI 佢就可以幫我。即係佢可以講出我嘅心聲啦，而且佢係好理解到我究竟想表達啲乜嘢咯。我覺得佢可以話係第二個我。作為一間我諗推動教育創新嘅一間學校啦，我諗我哋會將佢定位為一個創新教育應用係一個跨科學習。我哋都唔係希望一開頭咧只係將一部分人富起嚟，反而咧我哋係希望將 AI 咧先納入一個普及性嘅教育先。咁讓每一個同學仔咧都能夠體驗到究竟 AI 係啲咩嚟。Open your iPad. We will use Gem to help us write. 教育局正係積極推動各個學科善用人工智能輔助教學，將 AI 技術同工具等應用於所有學科。Okay, it is like Miss Sun. 呢間學校嘅中3英文寫作課近月引入校本 AI 代理，等學生多一個個人化解難助手同自評工具，亦有助舒緩老師喺大班教學面對學生進度各異嘅問題。其實我都同佢哋講，你就幻想Miss Sun 24小時服務緊你，就喺你隔離幫你一齊作文，但係佢唔會直接俾答案你，佢只係一個導師嘅角色。咁所以無論喺政府嘅政策上面啦。然後真係實際老師去面對學習差異、班別入邊嘅學生人數嗰一個嘅問題呢，就令到我都會想將創新學習科技放喺自己課堂入邊。身為英文科嘅統籌主任，孫子珊見證住學生喺用呢個校本 AI 代理一段時間後，作文嘅文法準確度有所提升。老師亦都會睇到學生同 AI 嘅對話，並收到每個學生嘅學習報告。我哋喺train 一啲 AI agent 俾學生用嘅時候，其實背後我哋已經話咗俾佢知道，我哋提供咗俾學生嘅 example 係啲乜嘢。就好似頭先台上面佢哋會有本導學案，其實 AI 已經閱讀咗呢一本導學案。所以如果學生喺本導學案入邊複製一啲文字去貼上去呢一個嘅 Gem 度咧，其實 Gem 都會 detect 到咯。咁所以個 AI 係已經被訓練咗。如果學生抄襲嘅話咧，係需要同個學生講咁樣做咧係唔符合學術誠信，而需要佢哋重做咁樣。我哋就攞一隻5顏6色嘅金剛鸚鵡出嚟啦。學校以往嘅校本課程包括虛擬實境、擴增實境同編程等技術。近年順應數字教育趨勢，唔少老師都對 AI 教學工具同技術有一定嘅認知同掌握。校方期望訓練初中生運用 AI 同跨學科知識，逐步成為數字創作者。其實係回應緊教育局對我哋都有一個目標，就係提升學生嘅共通能力。另外就係鼓勵佢哋點樣將各科嘅知識運用咗喺做一個 project 嗰度。咁然後我哋而家做緊嗰啲繪本動畫呢，其實係中文科作咗一篇文過嚟俾我哋，佢咪感受到嗰個環環相扣。啊，原來我學嘅嘢係咁樣用嘅，就係做到一件屬於佢自己嘅作品嘅。學校要求學生喺中一學寫指示同向 AI 提問嘅提示詞，到中3佢哋就有能力創作 AI 短片。教電腦科嘅何嘉琪話，而家坊間付費嘅 AI 平台要生成高質影像成本較高，喺使用嘅時候會受平台預設嘅範本同點數限制。
為咗方便學生用 AI 同保障數據私隱，校方選擇自行架設 AI 圖像生成工具伺服器主機。過去3年嚟已經架設多達10部。Stable Diffusion 其實係一個開放源碼嘅軟件啦，其實業界用緊嘅。Netflix 請人咧係要求要識呢個技術嘅，因為 Netflix 而家開始探討，又或者已經出咗第一部嘅 AI 電影㗎啦。咁 Open Source 嘅好處就係你可以自己起一部伺服器喺學校，咁然後咧個算力喺學校咧就唔會再計嗰個 credit 啦。咁學生咪可以自由創作啦。我哋老師首先係會寫咗一啲嘅 robot 去 train 咗一啲 robot 出嚟，然後我哋就可以寫翻個故事出嚟，即係利用個 robot 寫翻啲故事出嚟啦。咁我哋有咗初步個概念之後咧，就慢慢開始花費時間去 gen 圖，然後就結合埋個故仔。歷史係燭影同埋紅綢嘅交織，亦係婆婆掌心傳來嘅嗰份溫度。呢段講述非遺文化嘅 AI 繪本短片，由讀中4嘅張天心用咗大約2個月製作。學生以學校嘅圖像生成伺服器平台為基礎，喺實驗中學習 AI 嘅運作原理，又反覆用英文寫 AI 提示詞，掌握精準選詞、細節描述等英文寫作技巧。我想將一個戲棚出嚟，但係可能 AI 有一個少少嘅缺陷，就係可能有一啲位佢係理解唔到我諗緊啲乜嘢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用咗一啲真實嘅相片，就將佢用 image to image 去轉化翻做 AI 嘅相，咁佢就可以出到同實景差唔多嘅一張相咯。咁就係一幅比較好嘅 AI 圖。天后誕慶祝活動中，除咗為展示學習成果，學校更加建立 AI 校園電視台。學生要親自為自己嘅 AI 作品旁白，提升表達能力同公開演說嘅自信。香港仲有冇漁港呢？早前有學生就將校本科學嘅漁業文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嘅素材製作成 AI 節目。因為以往咧可能做一啲專題研習咁樣嘅話咧，啲學生可能係寫個反思啦，或者係做一個彙報啦。我哋就用咗 AI 呢個優勢，可唔可以將佢變做一啲小故事啊，或者係一啲小嘅科普影片啊，咁就介紹下香港漁業而家發展係點樣啦，跟住可能介紹下一啲持續發展嘅政策啦，咁呢一啲嘅狀況咧就變做一集嘅影片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做埋推廣嘅。擺脱以往死記硬背嘅教學模式，呢一種創新嘅教學方法有助啟發學生創作多媒體作品，提升佢哋嘅學習意欲。學習動機低嘅同學，咁佢會有興趣嘅，反而可能平時上堂咧，佢哋係對於科學冇乜興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話我想邀請你幫我手做一啲科普嘅短片喎，佢哋反而係好踴躍嘅，因為可能有啲同學仔咧都唔少，咁就係喺圖像生成，原來佢發現自己係有少少天分嘅喎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俾啲平時唔係好俾人見到嘅同學仔咧，係有個發揮嘅機會咯。我想係啦，坐右多少少係。學校今個學年嘅開放日，攝影社團為參觀者影全家福留念。負責嘅老師話，一班熱愛攝影嘅學生更加課餘義務為長者影婚紗相，再以 AI 做後製，重塑照片背景。有啲長者原來去到嗰個年紀，可能係身體上面咧都已經有一個嘅缺陷啦，可能係認知障礙，可能係聽嘢咧聽唔到。咁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？咁佢哋如果喺嗰個 AI 上面嘅後製咧，就可以發揮呢個創意啦。冇仔冇女，會唔會喺張相裏邊加翻隻貓仔作為陪伴咧？咁起碼咧除咗將科技注入咗溫度咧，亦都體現到人性呢樣嘢。複製咗之後咧，喺呢度撳貼上。呢一日喺校內嘅多媒體創作室，請嚟一間科技教育公司嘅顧問主持一個工作坊，等高小學生預習 AI 創作。
我哋公司咧都係喺譬如2年前咧已經開始搞呢一個 AI 動畫，希望學生咧可以容易上手咧。例如去點樣去整一個 AI 嘅劇本啦，第二就係點樣去透過 AI 去整圖啦，而第三就係點樣將呢一啲圖案咧去轉化成佢哋即係想要嘅動畫啦，等佢哋去上中學嘅時候咧有一定嘅即係人工智能嘅一啲技能去學習 AI 嘅。除咗 AI 動畫，佢話近年興起嘅 AI 機械人同機械車，亦係數字教育嘅新工具。相信本地公司有優勢為學校調適相關課程產品。就算國際啊同埋內地咧都有推出好多關於 AI 嘅課程啦或者產品，但係好多時候可能都有機會係過深啦。咁所以咧因為我哋好熟悉香港嗰個成個教育課程嗰個環境啦，同埋嗰個深淺程度。咁對於我哋咧去推出一啲即係有關 AI 嘅產品嘅時候咧，就可以令到呢一啲學生咧去容易啲去接受到去點樣去玩 AI。為咗推動學界加快應用 AI，佢所屬嘅公司會舉辦唔同嘅創科活動，邀請中小學交流參與，亦會入校為師生提供 AI 課程培訓。咁其實我哋成日講到 AI 咧，同埋即係教育啦，點樣可以融合啦？咁首先一樣嘢都係即係我覺得唔係以呢一個科技行先嘅，都係以呢一個即係教育譬如學校嗰個課程規劃行先啦。我哋都要睇返就係老師嘅準備程度啦，同埋學生嘅準備程度係點樣樣。係因為有陣時唔係話用一啲可能比較難嘅 AI 工具咧，就一定係代表係好嘅。咁反而可能用一啲比較易入手、簡單嘅 AI 工具去即係去做一啲教學活動啊等等咧，都可以幫到呢一啲老師嘅。好，又係可以俾個心濕自己，好唔好啊？近月有機構同大學合作推出支援中小學嘅 AI 教育計劃，當中亦會支援教師專業發展，舉辦全港 AI 挑戰賽，帶學生到科技企業同內地學習交流等。今日都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嚟嘅，就係俾到各界睇到就係原來有啲學校係用 AI 係咁樣做，因為其實好睇校情，即係可能有啲學校推嘅 AI 嘅方向未必係咁。咁我哋學校就係行呢一個路向咯，就係一個多媒體嘅創作咯。創新教育咧，我覺得就係要讓一啲中學咧，其實唔再係困喺自己嘅學校裏邊。其實同步地都讓商界同埋其他嘅大學嘅界別咧，都嚟睇一睇中學嘅學生，其實讓佢哋知道咧，其實中學生咧都可以好叻，亦都對中學生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生涯規劃，將呢種創新學習嘅態度同埋方向咧，日後可以應用喺各行各業裏邊。